有民间团体指出，讲目前南营已经有26位的立委爱面对这罢免的危机，因认为讲这国会不应该伫咧罢免投票进前呢，继续审查这重大法案，要求停审。也招民众拜四暗，搁再登到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。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，立委是依法行使职权，不应该摕掉立委的权力。立法院5月20日，在野党拿被以人数优势通过表决，以争取愈前时间来处理重大法案的理由，来通过延长会期2个月到7月31日。今麦民众党团有个提案，希望这个会期继续延长到8月底，国民党团嘛表示支持。但是这嘛引起民团的质疑，认为目前南营已经有26位立委通过罢免案，准备要投票，因认为国会不应该继续延会，继续审理重大的争议法案，所以提出停审的要求。普发现金的预算法以及会涉及重大国家财政支出的韧性条例，好，那这些都是重大争议法案，他们是民意选出来的，没有错，好，那但是现在正面临罢免，好，应该是暂时停止职权，好，才不会有争议。7月1日罢免投票有包括新竹市长高虹安，民团认为市长的部分是根据公务人员任用法，罢免期间有冻结人事权的规定，所以认为立委嘛无应该继续审理重大的法案。针对民团的诉求，有政治学者提出无同看法。学者除了质疑罢免的正当性，嘛认为罢免的结果也未出来进前，所有的立委拢是依法行使职权，所以伊认为民团的主张无合法嘛无合理。唔是免罢免，是你罢免的正当性有够嘛？比如讲你敢答应要做嘛，对唔对？啊，若要讲的时阵，小安你已经罢免100遍的啊，照法律来过嘛，你通过就通过嘛，对唔对？啊，你若感觉袂用，无你去修法嘛。学者表示，英国当国运动、社会运动拢是为着社会弱势上街头发声。伊认为，即马煞渐渐变做替政党攻击的角色。学者认为，这嘛需要检讨。原来民团已经对外宣布，办事要搁招民众，搁再登去到立法院外口集会，监督国会表达诉求。记者卢尚祖、郑春尧台北报道。